精益义和爱祥8月份体会班，班开始，向无极廊5行3级公里，前到1级公，再1级公，3级公，坤到1级公，再1级公，3级公，恭请不前人慈悲。请不前人慈悲，前到1级公，坤到1级公，不前人早安。不前人早安。各位前贤，请坐下。哎呦，我好早哦，太贵了。啊，你我好早哦，你打了我无法我紧哈。啊，咱红电视，咱真电视，咱不熟，咱讲命运，那各处处掉，咱各位见面，各位昨天，各位见面，各位再见，大家早安。不前人早安。希望天时掉，今日咱爱想。就是天班，看看当中，一年的迄个出现吼，那像人讲人不叫天命，天毛叫大气。所以本来今年的当头，咱发现到这个疫情，但是咱也想讲看5人尾仔过的结果当中。咱有发觉到，那是得很好吼。所以呢，这就是因为这是一个世界看到的当中，就是结束。你看中国大陆几十年前来，毋捌遐尔大的水灾吼，遐尔大的灾难吼，竟然印尼、无论是中国大陆，甚至是韩国，甚至是咱看到的泰国。金融大水灾，黎巴嫩吼大爆炸吼，咱大爆炸吼，所以看台湾有平安的路，这个土地是真平安。想到这个土地真平安，因为台湾这个叫做福来仙岛，嘛善人足济，逐拢善善。咱每一年每一个月，甚至每一个时阵。咱台湾唔免政府甲咱教育，咱拢家主动咧甲伊教育。你像今仔日，咱个体育班，嘛无政府甲咱讲，你家开这个体育班，嘛无政府甲咱讲，你去开个保证囡仔活动，阮咱家己知影，吼，要安怎？咱人要安怎教育咱人这条心？意思要甲讲起来，一切荷端，一切因缘果报，拢是对这条心来生起来做起。所以人是为了讲，万物嘛是为心生，万事由心生。天堂嘛是由心生，地狱嘛是由心生。咁是安尼，拢对咱这条心生。所以一切造业，迄个造业或者叫做造因，但是因为咧佛法的当中叫做果，嘛叫做因缘果报。迄个缘就是讲叫做成色。咱今日做这个因，经过线当中的成色的因果。即当虽然你甲栽落叫做因，但是你甲栽培，你甲传药啊，你甲下肥，你甲施水。迄个缘过程后起来开花，会结果未？会结果啦。若未结果，你使嘛无来啦，敢是安尼？你十几瓦，你即马甲使咧，经过3年5年，会结果未？当然嘛是生油啊啦。若无生油啊，我请问，你
恁知要创啊？啊，就去食饱伤用了，恁知要创啊？早都无容易，敢是？所以今日你这个因果厉害，因果可怕，互人感觉非常的恐怖。但是咱要知影，什么叫做因果？迄个因是什么人来做的？迄个果是什么人来做？是什么人来受限？咱这个心，咱这个心就产生一个地啦，叫做心地。所以心是地，心是王。心达做当个，心就产生一个地。啊，咱本性是产生一个王。啊，王以心地上，这个王就是基于心的这个上，这个土地上。所以讲，眼里必须是城，内有异门，内有外门，内有异门。哦，外有我们，内有异门。外有我们就是眼里必须心，就叫做我们；内有异门就是异。心是地，心是王。咁是合作当然讲嘛，王基心地上，咱今日就是家己一个主人，这叫做王。基于你家己一个心地所在，但是你这个地，你甲种草饲啊，是袂生草饲啊？你甲种苹果是袂生苹果？虽然有一句话咧讲，啊，恁知恁生拢是恁生拢是关公老兵，阮生拢是拿头得饲。这个意思来讲是咩？迄个拿头得饲来讲无好诶。关公老兵就是有仁甲有义叫做好。所以这个问题就倒出来，对咱家己种，你家己种什么物件，伊来生什么物件。所以今日去合作，咱我有看到咱少年了书吼，要讲不是分析。下个不一样，但是安尼，但是我想，咱有了解咱家己偌济，其实所有业就是讲对咱家己做的。虽然讲上大敌人就是家己，上大失败就是家己，上大成就就是家己，迄拢是家己，别人无你是物。我请你有了解你家己无？不是本心，本心就是你有了解你家己无？你做人的惊你的事实，你要有做人惊你的事实。要对老爸老母有什么友好？你有识做，你看你做人惊你的事实对唔对？这足重要物件。咱爸爸是对不对？对。大家想讲，带一个爸爸来的时阵安尼食一个餐吼，咱大家足友好。嘛是个心爱，这个心命啊，敢是？伊毋是讲哦，你着活一在山内，爱这个心命，伊毋是爱你这个物件，但你这个心做唔出来。惊你的事实，你做人惊你的事实，这个心做出来。阮后生，阮一个祖孙啊，两岁啊，悄悄两岁，伊去咧参加幼儿童片迄落啦，然后办一个庆祝爸爸节。阮后生吼，因老师就安尼，甲阮的阿孙咧行点捧一杯茶啦，爸爸啉啦。爸爸啉杯茶，爸爸啉的心凉，鼻都开啦。但是阮阿乔嘛，毋知放一杯代表什么意思，你知无？但是因为等一个当中咧，伊捧一块面汤水来，阮阿乔咧甲因老爸2岁囡仔甲因老爸洗骹，那洗因老爸那欢喜咧。但是囡仔那想做啊，3岁啊，做啊，摸因爸爸的骹，摸咧，因爸爸嘛摸啊，真欢喜咧。什么物件？因为迄个囡仔就是互你先来教你做人惊你的事实，你就是要安怎具备了对老爸的友好，尤其咱做惊你的事实，咱对老爸讲话，这足重要。恁老爸。一世人，我迄阿孙咧，洗身躯拢因爸爸咧甲洗，发现妈妈煮饭，因爸爸洗，将一个工课。若咧洗，但是大便咧，尿尿咧就找爸爸。你甲母一世人，袂感觉安怎？因爸爸因迄个祖囝悄悄两下，爸爸洗一个骹，因爸爸欢喜甲要喊，有好骗无？做老爸有好骗人呢，但是好骗咱做
是做袂出来的。含一个爸爸我爱你，妈妈我爱你，但是讲囡仔去芳是袂对，爸爸妈妈你一直做袂出来的。咱有识自本心，咱有识自咱的本心有无？咱有了解咱家己有无？足重要，你无了解家己，你才做会出来。今日咱拢有我，六祖为人来讲怎？六祖为人来讲，有我做一生，无我无比。如果你生活是应该的，那我饲只是义务的，不好是应该的，敢无应该？饲只是义务，不好是不应该的，你听无？因为伊甲传讲不好是应该的，尼传到尾啊，后尾心人甲饲只你也实现。好，所以今日做人的囝，咱做人囝，咱有做人的囝的本分有无？迄个本心，咱今日做人的士大人，做人的长辈，咱有做长辈的本心有无？咱有本心无？咱今日做人的媳妇，咱有做人的媳妇的本心有无？咱做人的即个咱家己的亲人，咱家己有做人，你家己应该做迄个本分有无？所以，咱论语也是有咧讲，君主为本，本命为德性。君主啊，无本，本命为德性。迄个本就是本，你今日用着你家己迄个本心来做代志，今日咱修学。咱每一人修道，道顶是一直咧甲你教什么物件？教咱爱了解咱的本心。你今日若无了解你的本源应该做的，迄个良心的本性，你所种的因是什么因？你家己毋知你种这是，你是种哪道得气，还是种仁义道德？这个爱做清楚。但是我请问你种仁义道德，后日什么人在变咱？什么人在变咱？你种哪道得气，后日什么人在社会？其实拢你个人在社会。修道本来就爱对家庭做起，对咱的社会，甚至咱的道中，尤其咱的道中，咱是安怎道中，大家袂团结，大家袂合作，什么问题？咱无识住咱家己的本分。我今日做领导的本分，我做组长的本分，我做助理的本分，我做点的书的本分。我做监理的本分，我做副监理的本分，这叫做有本啊！各位，这是咱修道一个足重要的根本。咱修道的根本，就参照咱今日对咱的师大人无尊重。咱有一个师大人啊，我请问，组长有伊的好汉无？有啊。领导有伊的好汉无？有啊。点的书有伊的好汉无？有啊。今年副监理有伊的好汉无？有啊。这是一个程序，这是一个规矩。今日师大人甲你再过大汉起来，咱今日就是讲，我会当媒体证地啊，较早迄师大人咧物件，我饲你甲迄个那实挂拢变啊，你家己媒体证地啊，各位，你要飞到哪里去？你要飞到哪里？其实，你要咱来珍惜咱家己的这个本分，所以不讲你要珍惜你自己的羽毛，你要珍惜着你家己的翅膀。如果你的羽毛已经湿掉了，你就飞不上天。你的毛，你的羽毛啊，你只分教的毛，人它是讲去打你，要飞上天顶去，袂飞上。咱一个人的人格，咱一个人的本分若失去了后，咱今仔日要安怎受着咱尊重，要受着咱尊重。所以咱今日要甲咱教这个本分，这个本分，这个本分，什么物件？就是咱的良心本性。好，咱的良心本性，我之前讲，论语是安怎甲咱讲？本主的人无本，无就是实无，无就是家己爱去落实的意思。你有落实，你伫社会，你伫人文，你伫道场，世界人甲你尊敬，人甲你肯定。
你今日一个人，你修行道内底当中，你若无入心，咱来顺便嘛。但是咧，一定要知影，迄个无心就是你爱家己反省，爱去想看下。我讲这话出来是对啊，毋对？我讲这话出来是毋是？一定要入着天。我是毋是入着天？我今日讲这话着是毋是无照天理咧行？最重要咧，是安尼家己，咱家己会做是知影。修道本来就是一定爱真正的时阵啊，就是按照天理咧行，按照道理咧行，是安咱人事做袂好势，咱的周遭的朋友袂好势，咁啊，即种就是拢甲咱教互咱安怎，互咱家己真正会当真去落实即个物件。修道是要改变，无论是咱的做人的囝仔的事实，无论做人的习惯。拢总爱去改变，因为怎讲？因为这个是时空的物件。因为咱若要去反省，咱只要心到底偏离对咱就知影。这车，这个车咧呐，是安怎去爱去规定？是安怎爱去咱生活里遮101，这个咧调整这个是爱调。恁啊人已经偏去了，恁安尼行，反正。会努力有，你行就会准。啥准？就迄个微，迄个心就偏去，迄个脸安怎会准？迄个心就偏去啊！咱了解那边的定位，了解个定位。但咱只要心就偏去，咱有去定位无？伊是道条，就是要甲你定位，道条是要互你定位。咱如果要定得倒来无？咱若愈偏去。咱若愈偏离哦，咱的思想愈偏差哦。所以人小一句话咧讲，换一个位置就换一个脑袋。人小一句话咧讲，是不是呢？但是我嘛是讲，换一个位置要换一个脑袋。现在换一个位置要换一个脑袋，因为你的观念无相像，你的高度是不同的。比如讲，我今日过去做经理，我做负责人。我敢袂讲，我今日用着我做经理做方式，搁来用政府经理做工作写下，敢袂使安尼做。但是我袂使安尼做，因为我会去做另外一种较悬的工课代志。这种工课代志，毋是讲我这个脑袋就代表高高在上，不是这样。因为我爱量度爱较宽，宽度爱较宽，深度爱较宽。这是改变自己的思考逻辑，袂使个停留伫过去咱看的物件。所以迄个跨度啊，迄个深度啊，得比着领领，啊，得比着助理，啊，得比着经理迄个时阵的跨度爱较宽。啊，若无呢？若无，因为你修行道内底当中，因为你只要心都停留伫你过去做领领甲助理迄款的思想，啊，若安尼比起到。今日说到坚持父亲的好，咱完全就是无法度应付迄个时代迄个模式，你的迄个规定安排。所以人事就是天书呢，咱知影？人事做的讲话，天书就是安尼。是安怎？人事做的讲话，这是拢甲你教的工课。所以我希望讲，咱今日伫咧修行道内底当中。真正咱来思考咱的本分，尤其咱的讲话爱做小心，咱对后辈咧讲话嘛爱做谨慎，对前辈咧讲话嘛爱做小心，袂使用着咱个人的意识形态，即话讲出来是会得来，有恐无？即话讲出来是会得来吼，啥是会得来？人说出口，一言说出数码人语，人永远袂记。感谢呢，所以讲经验安怎信念，伊等于当然非常的难听，但所以今日说伊非常的逼迫当中，今日讨论了，咱爱上，所以今日说嘛是爱谈论了这个体育班的感觉，当然咱知影，因为
爱上，就是人才，点迄个刚需人才啊，这个无成绩起啊，所以呢，咱编出来这本书啊，较辛苦啊，所以今年旧年就已经，咱的这本书就是讲已经来着啊功课啊，当然今年当然因为继续啊，所以今年呢啊，因为咱数量这本书，甲你讲不是分心学学会，你若真正无了解你的本文，那按你学法拢多元，所以法。就是要互咱有力量来改变你家己，是要改变别人，这点来了解。所以呢，而且嘛，同意讲，咱今日大家当啊，到时做一个重点，因为你讲的法，拢是你家己教育。有阵时咱若听到，拢讲话，无这个道理，咱一定爱家己了解，不要哦，这个人讲什么？对号入座。哦啊是。对号入座，对号入座，不要对号入座。咱有这个问题来去改变。这泡药啊，就是真正要去改变你的命运，要去改变你的毛病。命运甲毛病是对咱个人这个心家建立起来。甲你教育人是咱的本质，唔是咱的敌人，咱一定要听。这是咱的话，而且会使讲。招着这个口语班，啊，招着咧数量这本书，不是不想跑，有这个因缘，大家各位大家做一个勉励啦吼。最后祝各位大家身体愉快，身体健康。好，谢谢各位。大众平平。感谢目前慈悲前道及公、坤道及公，再以热烈掌声来感谢玉林下面我们恭请我们真简人师呢为我们今天主讲。